在黑暗的现实中，人们选择以暴制暴，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只有怪物才能与怪物抗衡。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韩剧《文森佐》，画面里的这个男人名叫文森佐。文森佐是卡萨诺家族的法律顾问，也是意大利黑手党老板的法律顾问。这天，他要前往埃米利奥家，要回被埃米利奥抢走的农庄。在去的路上，看到天空中有一架靠近他们的飞机，他没有理会，而是继续摆弄他的平板。到了格雷科葡萄庄园后，与他谈判的男人还抱怨他竟然在老大葬礼这天进行谈判。坐在文森佐面前的这个男人背后有卢吉诺家族的支持，对于文森佐丝毫不害怕。非但如此，他还侮辱文森佐是东洋蛮人。文森佐对此感到不屑，准备收拾东西离开，但临走前说要让他付出代价。此时，那辆在空中盘旋的飞机飞过庄园，埃米利奥虽然察觉到，但也晚了一步。飞机喷洒的汽油加上文森佐扔出的打火机，一下子整个庄园就被烧了。此时的文森佐正坐着车离开，他去教堂看了老大最后一眼，并与老大的儿子保罗一起喊了一声父亲。但文森佐实际上更得到老大的信任，因为他与保罗不一样，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底线。但保罗很不满意文森佐对他的无理态度，文森佐也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眼中，保罗还不具备让文森佐尊敬的资格。当天晚上，有3名杀手闯入文森佐的豪宅内，对着床头就是一顿乱射，但没想到扑了个空。此时文森佐出现将他们射杀，随后给刚开完派对的保罗打电话，他毁了保罗最爱的车子，并警告保罗，文森佐表示会永远离开意大利，希望保罗不要来找他的麻烦，否则便会让保罗与车一起葬身在火海。画面转到韩国，律师洪车英正在为巴贝尔公司进行诉讼，一早就等着助手张俊宇到来。张俊宇的迟到让洪车英很是反感与生气。洪车英是一个思维活跃的律师，通过各种方法搞定原告证人，也总喜欢给有钱人打官司。而这次对手的律师正是他的父亲洪有灿。洪有灿对洪车英用钱收买证人的做法十分不满，也为洪车英与巴贝尔公司为伍感到十分羞耻，认为女儿这样的做法只会伤害更多人的心。在庭审时针对原告律师洪有灿的问题，洪车英都做出了相应的措施，而最后的结果是择日审判。洪车英装作崩溃，恳求父亲为了自己的身体辞去律师的工作，但他拙劣的演技一下就被父亲看出。洪有灿毫不留情地离开，甚至扬言要和女儿断绝父女关系。在机场里，文森佐正准备出击，差点就被警方当成嫌疑人带走。在看到他的意大利国籍之后，警察便放过了他。这时他被一位司机拦下邀请上车，他想也没想就上车了。文森佐喝了车上的水，伴随着车里放的广播，就渐渐昏睡了过去。原来那瓶水里放了安眠药，如果文森佐警觉一点就可以发现这个司机是犯罪人员。与此同时，警察局意大利犯罪应对组里组长发现黑手党的法律顾问竟是韩国人，但局长一点也不担心。局长认为文森佐只是过来旅游而已。文森佐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东西都已经被拿走，他被再次打晕，醒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身无分文，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文森佐拿着2个罪犯留下的一点打车钱，来到了黄金广场面前。5年前，他在意大利接到了一个藏金条的行动，他帮对方在这黄金广场的大楼里制造了一个地下黄金库，而文森佐此前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地下的黄金。作为内部人员的社长接待了文森佐，也收到了意大利寄来的衣服和行李，但他们都没有发现有一个人跟在了他们身后，跟踪他们的是大楼的住户。文森佐的到来被反对拆迁业主委员会的人看到，大家以为文森佐是来收购大楼的，如果这样他们将无处可住，于是他们打算联合其他住户赶走文森佐。文森佐跟着社长在大楼里转了一圈，对剩余的商户进行查访，发现这里的人都有些奇怪，但是文森佐也不排斥这些人，于是他们直接来到了密室的入口，发现这里现在成了一个寺庙。洪有灿也住在这栋大楼里，他除了是个律师，也是黄金广场反对开发委员会的委员长。文森佐通过他们与居民们做了自我介绍，之后就住进了一个简陋的房间。大厦的条件不是很好，经过了一些闹剧之后，文森佐洗漱完毕，准备开始休息。但文森佐在这里的这个晚上并不安稳，他只好坐起，拿出一份资料看了起来。那个曾经抛弃过自己的女人被冤枉进入了监狱，而这天晚上他突然发现吴金子那个案子上竟然写着洪有灿律师的名字。
文森佐陷入了沉思。第二天早上，文森佐来到了大厦的意大利餐厅吃早餐，但他发现酒店的主厨根本就不像他自己所说去过意大利学习烹饪。用完早餐后，文森佐在琢磨着要不要来到女子监狱，本想去探望一下吴金子，到了门口又要离开。而就在他离开时，洪有灿坐车到了这里。洪有灿每个月都会来探望吴金子，而这一探望便是持续了5年。洪有灿想让吴金子接受当年案子的再审，但每次都被吴金子拒绝。这次两人虽像老友一般交流，可吴金子仍拒绝了洪律师。洪有灿回到大楼，文森佐等人正在约见想要买楼的人。巴贝尔作为大厦的开发商来找社长谈判，文森佐准备出席。洪有灿要求能够旁听这场谈判，但对于文森佐提出的重建大楼，让原来的住户再住回的要求，巴贝尔这方根本不同意，甚至威胁文森佐。文森佐将他的这个决定告诉了住户们，但需要他们签字决定。最后大家都决定相信他，可是事实上洪有灿并不相信他们。他认为自己看穿文森佐，觉得文森佐是在为钱辩护，而洪有灿是在为人辩护。晚上社长刚回到家，就发现自己的妻子女儿都被绑着，绑架的人正是巴贝尔公司的人。他们拿着买卖合同逼着他签字画押，最后为了妻子和女儿，他选择背叛文森佐和大楼中的人。第二天一早，巴贝尔的人就让黄金广场的所有人离开大楼，住户们不明所以地走出去。文森佐接到社长的电话，电话中社长交代了昨晚发生的事情，本想再说什么，紧接着便出了车祸。这时文森佐正在因为衣服被洗缩水发脾气，而干洗店的商户听到广播后跑了出去。没想到的是，巴贝尔公司委托暴力公司来与商户们进行洽谈。与此同时，洪车英这边一早就收到了洪有灿寄给他的关于放弃父女关系的声明合同。洪车英一气之下给父亲打电话，并质问父亲为什么要如此狠心。然后让他没料到的是，父亲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洪车英只好前往父亲的律师事务所，想要和父亲说个明白。就在这个时候，大楼里的居民冲过来求救，巴贝尔的人正在威胁他们离开大楼。洪玉灿的女儿见到自己父亲被针对，挺身而出，但差点被打的时候，文森佐神一般的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众人看到他都非常的震惊。文森佐的身手很好，面对他们的打手丝毫不畏惧。不仅如此，文森佐把暴力公司的头目也治理得服服帖帖，并告诉暴力公司以及巴贝尔公司，文森佐会对他们这种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大楼的方式进行报复。文森佐的行动好像在告诉大家，自己对于这栋楼是势在必得的，而大楼的命运该何去何从？文森佐到底能不能从巴贝尔手中拿到这栋楼呢？最后，感谢观看，别忘了收藏关注，敬请期待下集精彩剧情。